新国中学的第一任校长赵景林先生，即是孕育这一切的开垦者。他在民国51年创办了新国中学，其中过程坎坷艰辛，充斥着不为人知的荆棘。但几年后不凡的成绩，终于打响了北有建国，南有兴国的美誉。民国85年，拥有教育专业职能的赵孝贤校长接下了这热情跃动的棒子，继续延续耕耘梦图的使命。年轻执着的赵校长有着更贴近时代的知识学养，浇灌着这些逐渐茁长的教育愿景。砖块是坚硬的实体，犹如是我们对事物的执着；小草是我们的心智，它能穿越任何坚硬的实体。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，就要本着这小草的精神，引领着孩子们穿越无碍的环境，迈向成功的未来。仅以2句话，大家共勉之：意识限制了自我，自在就没有限制。